歡迎老闆們。早幾日我去泰國打高爾夫，真係激到成肚火，服務又唔到位，球場仲逼夾，一氣之下我即刻叫班兄弟改機票，連夜飛去越南峴港。老闆你好。唔嚟唔知道，一嚟即刻俾南哥降維打擊嘅服務治癒晒。啱啱出海關就行 VIP 通道，唔使排隊，專屬靚女管家已經將熱辣辣嘅法棍遞到我手上。呢份細節真係冇得頂。跟住我哋直接去峴港最高級別嘅錦標賽球場打波。呢度嘅球場一邊係山，一邊係海，景色靚到冇得頂，樣貌出眾嘅專屬球童全程陪同，唔單止識打波，仲會幫手遮太陽添。喺果嶺之上，幾個小目標嘅合作就喺談笑之間搞掂咗。打完波之後，重頭戲就來啦！南哥直接幫我哋包低一艘豪華遊艇，駛往一連本地人都好少去嘅私人小島，島上淨係得我哋幾個兄弟，專屬管家同私人廚師，全日隨侍候命。夜晚我哋唔去普通酒吧飲酒，直接去到島上別墅頂層複式嘅空中私人酒吧，開住香檳，飽覽成個小島同埋峴港全城夜景，呢啲先至係真正嘅高端圈子交際。呢趟去峴港打高爾夫，由私人島嶼，識玩嘅老細過嚟越南就一定要咁樣玩。各位老細有咩問題隨時問評論區，我同你解答。